Wendy 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坦洲嘅樓盤嚟嘅，係朗詩新城。然後咧，佢係要79方到139方嘅一個戶型嘅。然後咧有79方3房2衛，非常之實用嘅一個戶型。然後 Wendy 即呢邊咧影咗啦2個樣板間嘅視頻，等陣俾大家睇下，一鏡到底係點樣嘅。89方同108方嘅。佢整體實用咧非常之嘅實用，有3房2衛啦，同108方佢可以做到4房2衛嘅。如果我哋打算過嚟大陸呢邊啦，養老啊，或者我過嚟度假，其實都係非常之 OK， 因為咧佢性價比非常之高，先5000幾單㗎，47萬咧都可以買到一套79方嘅3房2衛，然後仲係精裝交付嘅。依家我們睇下89方嘅樣板間嘅呢個視頻呵，一鏡到底可以睇下係點樣可以佈置嘅。其實呢，如果我哋真係打算過嚟養老啊，或者過嚟度假，其實都非常之唔錯嘅。因為呢，佢距離三毛呢邊呢，先10分鐘唔到啦，我都可以到三毛啦，購物啊，或者我哋買啲生活用品啊，都可以話性價比非常之高咯。然後呢，3房2衛，如果唔需要咁多房間嘅話，你都可以當寵物間啊，或者朋友過嚟啊，都非常之 OK 嘅。佢係非常之標準嘅呢一種3房2衛嘅一個空間。然後呢，你可以睇下呢個空間呢 O 唔 OK 啦，啱唔啱心水啦。然後我哋依家呢即刻睇下108方嘅呢個戶型啦。呢個戶型呢，其實係3+1嘅，入戶呢都有一個房間，你可以當埋呢個工作間啦，或者你當埋呢個俾朋友住嘅一個。然後呢，你睇下108方呢個戶型呢，其實係非常之大嘅一個空間嘅。如果呢朋友比較多啲啦，或者我需要空間多啲，其實後嚟呢個戶型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然後呢，佢仲有一個我哋直達香港呢邊嘅巴士，所以呢非常之方便我哋來回啊，都 OK 嘅。然後佢嘅空間要夠大，總價又唔高，係嘛？如果我哋手上呢積上幾萬首付嘅，都係冇問題嘅。睇下我哋大概嘅一個外觀啦，各方面都可以睇下。沙盤啊，都錄咗視頻俾大家睇下。如果你有咩需要啊，或者我有咩疑問啊，都可以直接私信 Wendy 呢邊呢，俾你呢邊解答疑惑嘅。